台南玉井爱文山影今年产量减少，继续涨悬，加上有疫情，无啥游客，在地冰店只好转变经营的方式，除了卖冰，佮减做山影礼盒送到厝的服务，希望会当度过这波的疫情。 受到疫情，较真的人数变多，民众尽量拢秘伫咧厝内，唔敢出门。过去逐年伫咧6月开始，就真侪游客来到台南玉井食山影冰。做冰的头家罗新文讲，今年游客来到玉井的人数变少，佮加上爱文山影受到气候影响，互产量变少，价小变贵。去年大概是40-50块左右的价销，今年大概拢要8到10块。游客变少，冰店是要安怎做生意？因为有的人客爱食山影。 头家就把较水的山影包装做礼盒，寄予人客。因为疫情啊，做侪人客较早捌咧食过冰，即摆唔敢来啊。疫情当时才跌落来，头家为着做生意，想真侪步数，希望卖冰兼寄卖山影礼盒，会当度过这摆疫情的考验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